头，小暖给你跳，因为气温嘟嘟嘟好。爱的梦想，自在轻松，本来因伊嘛该就不是错，简单最好，从今米就好，平安航道一早安静角落。人生嘅方向，爱看无马道，从情一站生命巅峰，洒洒出招，落去天堂，都了解叫路径一点轻松，红山当巴拉巴巴拉巴巴巴拉歌，俩在微缩，很人生一早细细嘅希望，爱航通。关起世界错也很不错，不爱一站巅峰，感觉一点轻松。事情你要是敢说去，你就死定了！靠你哑巴！钱呢？快走，快走，快走！大雄，我金孙啊！你来放阿妈追去啊！大雄，大雄，有家属可以跟我去办手续吗？那位是他吗？那阿嬷门外面请。大雄，大雄啊！我陪你来啊！阿妹金孙啊，大雄，大雄啊！南农，南农，哎，南农，你这走嘛开啦？用的啦！你就是耶，你俩做嘛来啦？小刚，王八蛋！不是说要一起去比赛拿冠军吗？为什么可以抛弃大家的梦想就这样走？小兰，我怕他。
他们是我朋友，如果你敢动我，就等于动他们。朋友唔系按你搞嘅，希望你巴肚，来把按到时间老麦子控咖分，走马嘅。我会听你们的，我会听你们的。妈嘅，王水，按做点冇？做乜嘅？大家送大上阿婆转去，你对我看到行喺野外，对台北下来，讲埋董志者，
因为我好好批练大雄，怎会发生安尼的事情？白发人送黑发人，曾经的亚斯给红啊，这甩锅的事情。好啦，为了亲嘛，需要让我参详一件事情。讲啊，我在想哦，遐大雄出案的事，他个听说要动工苦骨手，想要老企鹅里的做一个训练，暂时停下来。做唔得啦，比赛就会多人呢，做唔得停下来啊。也对啦，不过没看到呀。遐太监那又买想象好练哦。来滴啊！不过我想，大雄，佢听说唔好希望讲，太监为了佢意啥，然后所有嘅事情都停停。还有啦，家眼梦，就是爱老太家，欢欢喜喜的去参加比赛。我想大家嘅想法，拢系共用啦。我就听说要好好练习，我去参加比赛，我拿到好成绩，不大想看啊。兄弟，你讲的冇唔错，也许不爱做我哈口累了。三当巴拉巴巴拉巴巴巴拉go，俩杂猥琐，轻盈线一杂细细嘅希望。全体集合！快点啊，动起来啦！怎么搞的？一大早都无精打采的，快点快点，我们要开始练习了。大雄才刚走，有必要这么急着练习吗？对啊，大雄都不在了。我很了解大家的心情。好，既然大家提出这样的疑问的话，那我也要请各位好好的想一想，你们觉得大雄会希望看到我们因为他的事情而停止练习，
还是会希望我们大家连他的份一起努力啊。可是大雄不在了，谁来做吞吞的底层啊？阿俊，可以先麻烦你先代替大雄的位置，做吞吞的底层吗？大雄的位置没有人可以取代。我知道啊，可是现在对不起，我们辛勤练习。兰总，兰总。今天还有谁要请假的？我决定连大雄的份一起努力。好，我们一定要努力拿到冠军，不可以让大雄失望。我们开始吧。来，来，亲爱李德，加油！好了，分组下去练习了。每个人面对悲伤处理方式都不一样，我们再给蓝龙一点时间吧。阿俊，你黑不黑吃的哦？我懂莫情。大雄当初事情，很爱睇架比赛。爱伫大雄去挺早希望来着做得继续比赛，爱要伫唔对个做法，怎会错个？唔过爱手无办法，爱强。家己记，手要唔记得大雄。大雄冇这，去了你的船，大雄去船。
大雄，再见了。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开！你干嘛？妹子，你干嘛？我要把大雄桌子搬走。为什么？我们干嘛用这种方式纪念大雄啊？而且大雄，他绝对不会希望我们这样对他。帮。虽然我和大雄不太熟，也才刚加入啦啦队没多久，不过我能理解你们那种革命情感。你们一定经历过很多事情吧？我不太会安慰人，也不知道这时候说什么比较适合。没关系，谢谢。冇生緊呢。我呢，阿門啊，佢講友誼談到大雄嘅事情，阿門佢對我當成某某啊，佢係意外，都唔得關於。因為佢當上心愛，佢老契合你的迷戀生意的仲好就搞本來，因為這個冇做好唔掂喎，我冇好好照顧大家，一下連寄 email 我都唔敢飛，佢講過啊，佢講。佢都關心大家，因為也係記得新年第一擺比賽，對大雄來講咩？我真係動強，我強係車份全部遐去揣挑，帶領大家行到比賽嘅贏啲麼？你给自己压力太大了，不用放松。你跟七里台子们在比赛中一定会有轻狂的表现啊！點冇嘅啦哈？友誼，我車份船，總唔得陪友誼什麼，總唔得輸本，點冇？阿春，啊，阿春，喂，哎，你回来刚好，快过来帮忙。帮什么？把他扶进用你房间啊！啊？不然怎么办？让他摔地上啊！快点，阿春，你有麦子家的电话吗？有，我等下就打给麦子。跟他说川哥今天晚上睡在这。好，谢谢。这里的。来，
川哥，原来川哥会梦游。晚上记得把房间门锁好。川哥最近压力比较大，可能会需要人家陪。阿川机场啦啦队教练的位置，压力已经很大了。现在大雄出了意外，难怪他要喝这么多。听阿川说，你们大家最近状况都不是很好。每个人面对悲伤的处理方式不一样，可能大家都需要一点时间吧。你们也才10几岁学生，要突然面对朋友的死亡，的确很难接受。不过不管怎么样，有什么任何需要帮忙的，尽管跟我说。文哥，你明天有没有空？三档巴拉巴巴拉巴巴巴拉歌，俩在微缩，轻盈线一在细细的希望。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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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为什么每折一次就要念阿弥陀佛？因为大雄无共沟啊，折一次纸莲花，念一句阿弥陀佛，这样心力才会传出去。穷安呢？阿弥陀佛，哦，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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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明天要折多一点，好请土地公多照顾大雄。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不好意思，我来晚了。文嘞，你还石膏？我今天就是因为猜石膏，所以来晚的。错了，一灯呢？阿弥陀佛，你们的动作还挺快的，我卡加把劲了。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你们来这边干嘛啊？我想加入你们，帮大雄一起折莲花。还有我们，蓝龙，来，同学进来，没关系哦，进来。大雄要是知道，一定很高兴。来，这给你们折。宝贝，你有来弄？哇，
真没想到篮球队那些家伙会来帮大雄折纸莲花。良心发现了吧？要是大雄，一定不会原谅他们，晚上会去找他们算账。大雄才不是那种会记仇的人。是啊，现在想一想，才发现大雄其实大家的开心果。现在他不在了，真的有点寂寞哎。怎么了？我有东西丢在社办，忘记拿了。你们先走吧，不用等我了。哎，明天练习见喽。嗯，拜拜。拜拜。麦子，你在找什么啊？心啦，一半的心脏啊！我该搬完东西回来的时候，我发现一半掉在地上，它的零件到处都是。可是我全部拼起来，它的心脏不见了啦！我帮你一起找。心脏嘞，一半是大雄最好的朋友哎，怎么会没有心脏啊？放心啦，心脏一定在社办里，慢慢找，一定找得到。
安怎？顺的，安尼。那咩啊？奇怪，一半的心脏有没有球？有可能迄老大想向我这样吧。毕竟一半是他亲后的朋友啊。咱哦，我想问老大想办一场告别会。全国唔会带读啊，是吗？我办个，迄只有7个里个队员做在参加个告别会。我想大家应该有想爱老大想说再见了。我不要帮他办单告别了。买迪啦，还没梦想的安尼啊。不过，我知道应该要本大雄完成给离开啊。三当巴拉巴巴拉巴巴巴拉歌，两只猥琐的人生，一只细细的希望。今天我问我自己，明天在哪里？失去方向，停在原地，生活只剩呼吸。我最记得大雄的就是，他每次练习完就像从游泳池被捞上来一样，又死又臭的。对啊，而且我还记得我们去集训的时候，他睡我隔壁床，他的汗超臭的。那我不是更惨，他睡我旁边哎，你还不是一样很臭？我还记得大雄是个温柔又体贴的人，他还把代表自己勇气的螺丝起子送给我。虽然大雄很爱吃，看起来也不是这么可靠，不过我相信他绝对是个值得信任的人。对啊，就是因为有他当我的底层，所以每次在表演和练习的时候，我才能够全心投入。虽然我刚进企鹅里的不久，但是我所看见的大雄总是大家的开心果。每次只要有画画的工作，都是大雄做的。以后我们就看不到他画的漫画。而我早已麻痹，看着他们的眼睛，看看我自己，发现你干嘛让大家难过啊？对不起。这世上生活不容易。哎，我们不是说好了吗？今天大家都要开开心心的送走大雄。哎，不可以掉眼泪啦。整盘给你的，爱吃又爱哭的。而我们难免有恐惧，不知道明天在哪里，害怕拥有一切，又在失去的伤心。
对上次那件事情，我很抱歉。我说过，大雄没有人可以取代他，不是在针对你。不好意思。没关系啊，为了让你不觉得这么愧疚，这块蛋糕就先给我吧。是啊，我本来就该吃过。哎，你冲过去过一下。是。阿呢？你是谁？应该英国人讲的自细，本太讲有咱好的素材，有咱多食的东西，做得好好，然后大雄道别，重点是这样。我能做的也只有这些了。倒是你，一定要振作起来，让这些孩子有好的榜样。亚迪。好，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些呢，就是我们这次比赛所有的竞争对手。我们先谢谢糖糖。他可是花了很多的心思帮各位收集资料，而且还一一的列出所有学校强项跟弱点。这次的比赛啊，就是会从这些学校当中选出一队最强的，好，代表北区去参加全国的竞技啦啦队大赛。获得全国竞技啦啦队大赛资格的团队呢，就有机会可以代表台湾出国去比赛。川哥，一步一步慢慢来好不好？我们第一次比赛，这要想到出国比赛，夸张。不好意思啊，不是故意给你们压力，我是要告诉你们说，这次这些学校啊，都相当的有经验哦，像是裕达啊、新兴啊，他们已经多次取得北区的代表权，而且在国际赛事上也有相当丰富的经验。干嘛没有自信啊？我要告诉各位的是，虽然以我们契尔里德现在来讲要击败这些对手是一件难事，但是绝对不是不可能的事，对不对？我已经跟唐讨论过了，我们想要在这一次的比赛胜出的话，创意，对，创意，我们可以从创意的部分来着手。小雅，我觉得我们可以加入一些多元的东西，比如说传统或是流行的，这样可以让我们契尔里的看起来更不一样，而且更有创意。你们说对不对？哇塞，小雅哥在动头脑哎！蓝红干嘛这样讲啊？小雅讲得很好啊，老师也是这个意思，所以我已经特别联络了国立台湾戏曲学院。哦，就是台北内湖那一间吗？那我们还学唱戏哦。唱你的头啦！人家基本功很扎实而且他们已经相当期待我们光复中学契尔里德的同学可以过去跟他们进行一场交流。我们一定要加油，拿到北区的代表权，送给大雄。对，一定要让天上的大雄好看。所以有没有信心？怀疑呢？有没有信心？有。Someday it's time to hot hole. Let's go. 也给爱追吉他的，邻居该开始的 sunset， 是我书包在的。杨老师，你这学生真的是好优秀。还好啊，他们还蛮用功的。今天打扰了，不好意思。好的话，两边的学校互相交流，对他们也有不同的启发啦。谢谢，今天麻烦你。哦，客气客气。Come on， 亲爱 Sunday。哈空哈空嘞，我小爱哈空哈空哈空嘞，最后黑的哈哈空哈空哈空嘞，我小爱哈 ，Yeah， 你讲的梦一场，我是
每年的 homework， 爱唔什么做谁，嘛唔想做唔好谁。It's time 时间到嘞，拍摄很爱需要摆起嘞，爱知道就打3层，你的右手，你的左手，好，右手，左手。最后的 Friday Saturday It's Sunday come on 今天 Sunday 最后的Yeah 你讲的梦想我是不爱做我哈口嘞我是爱哈口嘞一条线等于下穿纸条。皮筋他那长头发，鼻子你给我扭心跳，嘿呀老弟嘿，嘿呀老弟嘿呀咿呀扭心跳。哎，你会唱客家戏曲哦？没有啦，因为妈妈喜欢，所以就学了一点点。仔仔，你好厉害哦！咚咚咚哒滴哒咚，爱吃菜呀！哒滴哒咚，杜金红。月色亮，咚哒滴哒咚，紫怕啦，哒滴哒咚，哎哎哎哎，夜半有些龙宫天空。海鸥身前第三分。同学，你没事。你是不是受伤啦？严不严重啊？没事啊。真的没有受伤？那我们继续练习吧。谢谢。就是我们就是因为小雅的关系，所以加入了啦啦队这个社团。然后我们也从原本就是聊的内容，就是我们只会聊什么化妆品啊，或者是说，哎，你今天买什么东西，然后到最后就是我们会聊一些团队上的合作，或者是练习的辛苦，或者是如何的。对，然后就是其实这也有很大的差别。对，然后其实我们之前加入也不是因为说，可能是自己自愿，就是说啊，因为有同学加入，所以跟着加入玩看看。对，然后后来其实加入完也觉得就是很不错。对。觉得啦啦队最吸引你的地方是什么？啦啦队最吸引我的地方，应该是就是大家团队上的默契合作，就是因为像啦啦队这个活动，就是它不会像是你可能需要一些很强的人加入就可以把整个团队带起来的活动，就是假如说你在表演上很多人一起，可是
大家实力如果差很多的话，或者是你只靠几个在撑的话，场面上看起来就会很不协调。它其实是非常需要一个团队合作跟信任感的一个运动，然后彼此上合作，一起做一样的动作，然后做一样的事情，然后完成一个很高难度的动作，其实那个成就感是非常大的。就是我觉得啦啦队这个运动很好，是它不会排斥说，你可能觉得你没有运动细胞，没有不行的话就拒绝你加入。像我们也是都没有学过，然后加入了就是切尔里的这个社团之后，然后就是学之后才会。对、啊。所以其实大家都是这样一步步慢慢来，就是你会怕，可是你可能做100次才会怕，可是你说不定做到101次你就克服了。对，其实那可以练出来的。不管是什么比赛，我劝你这一次还是放弃。你真的很棒哎，做得很好哦。种种的麦子，练习跟阿军太搞默契唔啦，大家会出事情。岳老师，你回来只会让很多人失望。小雅动作是偷来的。Yeah, someday it's time to hardcore. Let's go！ 两个爱追其他的，另一个开始的 sunset， 是我书包上的，say hello， 等你 open the door， 天空就会疯狂的舞蹈 ，give me phone call， and 你容量变成不tango。我的 movie，say 你的 movie， 爱追到 Monday， 唔错的 Tuesday， 你唔得 Wednesday， 轻松，不用慢一点，动不了 Thursday， 最后的 Friday。Today, get it Sunday, come on, 亲爱 Sunday。Hardcore 嘞，我小爱 Hardcore 嘞，最好黑的Hardcore 嘞，我小爱 Hardcore。你讲的梦唔错，我是不爱做过。放了一个 word， 想象力的，看到地都不停的 search， 原料配色黑，搞不你的 homework， 爱唔什么做谁？嘛唔想做唔好谁 ？It's time 时间到嘞，拍摄很爱需要摆体嘞，爱追到 Monday， 唔错的 Tuesday， 你唔得 Wednesday， 轻松，不用慢一点，到唔了 Thursday， 最后的 Friday，Saturday，Get it Sunday，Come on， 亲爱 Sunday。Hardcore 嘞，我小爱 Hardcore 嘞，最好黑的Hardcore。讲的梦唔错，我是不爱做过。Hardcore 嘞，我小爱 Hardcore 嘞，有没喊忙 Hardcore 嘞，我小爱 Hardcore， 差不多嘞啦。各位客家天蝎的乡亲，大家好，我是罗爸爸。有一部戏呢，很多标契合里的嘛，就是同好看的天蝎。有啲要都同到向上嘅理想。像我讲啊，人生啊，台上3秒鐘，台下10年功。當到做表演、做運動嘅人啊，都喺台上看起來光鮮亮麗、當風光。可是呢，私底下記得當個練、當個衝、當個吃苦、流汗、流血。你從冇看到，有條戲呢是當到呈現了這種追求理想嘅時間，有付出多少代價。可惜呢，我们不但可以得到娱乐，看了條戲啊，还可以得到我们的人生的鼓勵，當好嘅戲。